台湾的 Starbucks 昨暗伫咧面册公告，因为这原物料成本起价，对今仔开始这咖啡饮料呢，拢会起5块到10块。目前7-11含专家超商表示，暂时袂来起。那路易莎和卡玛也拢讲，会看情形做调整。全球咖啡豆机会最近一直咧起，就连台湾星巴克也疑似经袂掉即届嘅成本起价。青也伫面册公告表示，受到气候反常和国际情势影响，为反映部分原物料成本，对12日开始，部分商品是小可起价，亲像现煮的二色甲每日精选的商品起5块，茶商品甲生冰绿商品调整10块，专门市内容继续添杯，全部饮品是调整5折优惠。斟酌一下要不要多花这些钱。性价比方面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，对啊，比较少去。观察全球2大咖啡机会交易所，其中的美国州际交易所咖啡豆机会会继续对去年2月12 195.6美金，一路是称价今年1月超过300美金，2月初早来到431.95美金。其他的咖啡业者是坦白讲，最近伫商业豆甲机会豆确实有听讲起价，因应咖啡豆原物料调起价，加深中小型咖啡业者经营难度。大型连锁业，我觉得造成的影响，我个人认为不会太大。但是对这种中小型的这种个体户，那会不会淘汰掉一部分？我认为肯定会。对台湾星巴克起价，国内的便利商店亲像7甲全家拢无要起价。85度 C 回应讲，目前是继续经，成本压力大。陆耀沙表示，3月了后看情形，考虑敢要调整。卡马咖啡是无继续调整的计划，未来会看咖啡原物料的市场随时修正。星巴克它可能是开了第一枪，但是接下来呢，其他的咖啡业者应该也会有陆陆续续涨价的一些状况出现。巴西政府农作物预测机构预期在未来3年产量会大幅下滑4.4%，因此这个都推升了咖啡豆的价格。有专家认为讲，面对咖啡豆原物料调起，其他的咖啡业者可能会选择唔起来扩大市占率。只是咖啡的继续起价，恐惊互爱啉咖啡的人开销受到影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